星期六飲食指示，講啲禁言，生日快樂！1月10號發生嘅事係雜不甩1連3日進駐啟德現代地標 Airside， 將商場化身為氛圍獨特嘅祈願祭會場，好似係市集嚟嘅。然後市集入面有呢個一系列嘅神仙主題打卡專區，呢個神隊友同事應該有啲好得意嘅 Q 版角色可以影相。另外呢，因為係市集，所以又有超過70檔人氣品牌進駐，買一嘢就可以收集貼紙，然後又可以再換其他禮物咁樣。唔知去到2026年嘅第10日，呢10日你有冇去過任何特別嘅地方，或者係去咗邊度玩咁樣呢？今日睇咗係你生日嘅份上，就同你講一個比喺笑話合集入面揀咗嚟嘅爛 gag 啦。如果有個賣魚佬一直講嘢講唔停，你覺得佢好嘈嘅話，要點樣先可以令到佢收聲呢？俾5秒時間你思考啦。5、4、3、2、1，零。答案係沖涼，因為沖涼就會冇晒聲氣。哈哈，好笑。今年想對鋼鐵琴言講嘅嘢係，依然好佩服整手工方面，例如係整衫或者整嘢食咁樣，對呢個手工意粉仲好有印象。不過呢，可能因為叫咩，而家開嗰啲午餐台多啲，之後呢，就睇你帶尋晚嘅飯返公司叮多啲。例如前兩日先，唔係前2日添啊，尋日又見到呢一個隔夜飯。不過呢，就另一樣俾好深印象嘅嘢係呢，你用唔知邊隻 game 整咗比同舊比出嚟，之後可以換衫又影相咁樣，你覺得呢點都好犀利。雖然唔係手工縫衫咁樣，但係比諗即係要喺 game 嗰啲限制或者用佢啲自定義系統整得似，應該都要返咁上下時間。呢一點比都好佩服，因為比基本上係唔會做呢類嘢，比會覺得勁難，所以基本上都冇做過呢類嘢。係咯，不過呢，如果係更加深一層嘅呢，係比其實有時會諗，因為呢個生日片雖然係第3年，但係比知呢唔係第3年先提比有時候呢都會有啲困惑，有啲疑問，就係點解有啲觀眾好似係睇咗好耐之後先突然間變得更加推比咁樣。係啦，因為有時會覺得我可能呢個人睇咗自己一段時間都係正常睇，咁可能就一直都會正常睇。但係呢，係啦，有啲例如好似你咁樣，或者有其他有識之士都係睇咗，即係1年2年對比嚟講，比覺得都好耐時間。睇咗呢個咁耐時間先好似變得更加推比咁樣。係咯，比有時都會諗，點解會咁呢？係啊，呢又係俾疑惑嘅位，但又唔係話唔開心咁樣，即係唔係話有啲咩負面情緒，或者真係好困惑，就係突然間個腦會叮一聲咁樣。尤其是錄生日片要講印象嘅時候，係咯。最後再次祝你生日快樂，希望你除咗生日睇到呢條祝福短片會笑咗，每日都開開心心啦，拜拜。